各位出席分享會嘅朋友，大家好，我係政府統計處嘅高級統計師，我叫做 Casey。統計處咧好榮幸咧獲得私隱專員公署頒發咧我哋嘅私隱之友卓越金獎啦，同時咧我哋今屆咧都獲得傑出保障資料主任獎。咁今日咧我就會代表政府統計處啦，分享我哋喺個人資料保護同埋資訊科技安全上面嘅工作嘅。咁亦都會分享翻我哋點樣應對人工智能呢個新領域帶嚟嘅挑戰。咁稍後時間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下我哋喺統計處裏邊嘅啲住戶統計調查作為例子啦，點樣去實踐我哋嘅政策嘅。咁統計處咧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私隱嘅，咁亦都不斷追求進步啦。咁我哋深知道咧，資訊科技保安同埋個人資料方面咧，係冇一個單一嘅措施咧，係確保到所有嘅一啲風險嘅。咁就好似咧，我哋就算係講緊資訊科技系統裏邊咧，擁有一啲加密技術去防護翻呢數據嘅傳輸啦。但係如果有啲員工唔小心將一啲資料傳送俾啲未經授權嘅人士咧，咁都有機會造成資料外泄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採用一啲多重嘅防護政策，咁包括咗係制定保安政策與程序、善用科技同埋提供員工嘅保安意識。從呢三方面咧，可以希望咧達到更全面嘅保障嘅。咁首先啊，咁針對住制定保安政策與程序方面啦，咁統計處咧喺2018年咧已經成立咗統計系統數據保安部門委員會，並且咧喺2024年擴大架構，改組成為部門數據安全督導委員會，全面涵蓋咗個人資料私隱保護、資訊科技保安、統計調查數據保安、人工智能保安等等八大嘅數據保安領域。呢個部門委員會咧，由我哋部門嘅副處長直接領導，每半年咧就會進行會議，檢討翻呢八大嘅數據保安領域嘅。咁而呢個委員會嘅職責咧，主要分為三部分啦。第一咧就係督導制定部門數據安全保護政策及措施嘅指導方向。第二就係監督政策執行同埋評估成效。第三就係制定多方位嘅強化部門數據安全嘅策略方案。咁好啦，咁我哋統計處除咗會接觸好多員工嘅個人資料之外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向住戶同埋機構咧進行統計調查，咁當中咧都會接觸好多個人資料嘅，咁所以我哋部門咧都設立咗兩位嘅資料保護人員，佢哋咧分別係專責咧係處理同僱傭相關事宜啦，同埋非僱傭相關嘅事宜嘅，咁當中亦都係包括咗頭先我講嘅統計調查所得嘅資料啦。咁我哋統計處咧定期都會舉辦或者進行一啲各類型嘅統計調查啦。咁譬如我哋每個月咧都會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嘅。咁就我哋會問啲住戶收集啲數據啦，去編製翻啲失業率嘅數字嘅。咁又好似出年啦，2026年啦，咁我哋都會進行一個大型嘅人口普查嘅。咁當中少不免咧都會收集啲住戶嘅個人資料嘅。咁但係咧，我哋統計處咧喺個人資料保障方面咧，都秉承住貫徹私隱設計同埋預設私隱嘅原則。咁今日咧就等我用住戶統計調查作為例子啦，咁分享翻咧我哋喺個人資料保障措施係點樣樣嘅。咁簡單啲嚟講啦，咁我哋統計調查嘅工作咧，可以大致分為4個階段，包括咗係統計調查前嘅預備、數據搜查、數據處理同埋數據銷毀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同大家一齊經歷呢幾個嘅階段。咁階段一，咁我哋進行統計調查之前咧，就會採取一系列嘅措施咧，去保障翻個人資料嘅私隱嘅。咁首先啦，我哋就住所有新嘅系統咧，都會進行私隱影響評估啦，去識別同埋評估翻存在嘅私隱風險。咁其次啦，我哋統計處進行嘅所有統計調查咧，都唔會收集住戶嘅身份證號碼啦，或者銀行資料或者係啲銀行戶口號碼嘅。咁極其量咧，我哋只會收集住戶嘅性別啦、年齡啊，或者係啲收入嘅資料嘅。咁因為咧呢啲都屬於係個人資料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求咧所有嘅統計員咧係簽署翻保密聲明，去確保翻咧我哋嘅數據搜集同埋處理嘅機密性嘅。咁第三啦，我哋都會舉辦唔同類型嘅培訓啦，佢目的咧就想提升翻員工關於資訊科技保安嘅意識嘅。咁我哋譬如每年咧都會舉辦資訊科技保安同埋個人資料私隱相關嘅培訓啦。咁而近年咧，我哋都發現啦，我哋注意到釣魚郵件一啲嘅威脅，所以我哋都加強咗新增咗一個措施。咁就係咧，所有員工喺開設新嘅電郵帳號之前咧，都要必須完成辨識同埋處理釣魚郵件嘅啲線上培訓嘅。
咁最後啦，意外就係意料之外嘅事啦。咁我哋冇辦法咧去100%去確保咧意外唔會發生。咁所以咧，我哋事先咧會制定事故應變計劃嘅。咁就希望咧詳細列明翻咧，當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嘅處理同埋通報機制。咁就好似咧，我哋進行人口普查之前啦，我哋會進行保安事故嘅應變演習，都非常之重要嘅喎。因為咧可以確保翻我哋團隊咧喺遇到突發事件嘅時候咧，有充分嘅準備。咁就係正正透過呢啲咁嘅演習咧，可以確保我哋員工咧掌握到有關嘅程序。咁當有不幸嘅事情發生咧，都可以迅速同埋快速去處理跟進翻嘅。咁階段2啦，咁之後咧就到咗數據搜集階段。咁我哋進行統計調查嘅時候咧，咁我哋每位獲抽選嘅住戶咧都會收到通知信，咁亦都會有咧我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嘅。咁當中咧會清楚説明翻啦統計調查嘅收集目的啦、方式啦、保留期限、資料嘅使用、查閱同埋更正嘅方式嘅，咁以符合翻咧我哋保障資料原則嘅一啲規定。咁同時啦，我哋都堅守住咧收集資料最小化嘅原則啦。咁只會收集同統計調查目的相關嘅資料，係絕對咧唔會收集身份證號碼或者係銀行戶口號碼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非常重視外勤設備嘅安全性嘅。咁就好似我哋啲外勤人員咧，會帶備一啲平板電腦出去進行面談訪問啦。咁而呢啲咁嘅平板電腦咧，都會裝咗一啲多重嘅安全措施嘅。咁包括係啲雙重嘅密碼登入啦。另外仲有嘅係行動裝置嘅管理系統。咁就萬一呢啲裝置跌咗出去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遠程嘅刪除嘅或者清除工作嘅。咁階段3啦，咁收集咗數據之後啦，咁我哋就進入咗數據處理嘅階段啦。咁統計處嘅電腦系統咧，實施咗唔同嘅保安措施啦，咁去確保翻我哋嘅資訊科技嘅保安啦，同埋個人資料嘅私隱嘅。咁首先我哋所有收集翻嚟嘅資料咧，就只會喺受保護區，我哋叫佢做 protected zone 裏邊咧儲存嘅。咁而受保護區裏邊嘅所有嘅活動咧，都會被清楚記錄啦，亦都會受到密切監察住嘅。咁其次啦，我哋喺個數據處理嘅階段咧，都會用咗數據匿名化呢個模組。用嚟做咩咧？就係用嚟去除翻咧住戶裏邊嘅啲個人嘅識別資訊。咁呢個措施咧都係符合翻我哋資料最小化嘅原則嘅。咁而最後有需要知道原則咧都係同樣重要嘅。咁所以我哋統計處咧都實施咗需要知道原則，即係 need to know basis。咁我哋只會咧授權一啲人士咧去存取我哋同埋處理我哋呢啲嘅敏感資料嘅。咁而階段4啦，咁我哋都明白啦，只要當數據被徹底銷毀之後咧，先至可以杜絕資料外泄嘅風險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完成咗統計調查之後啦，咁我哋就會嚴格執行保留政策。咁即係話咧，當一旦數據唔再需要或者已經到達咗預設嘅保留期限咧，我哋就會完全銷毀呢啲數據嘅。咁數據安全同埋個人資料保護咧，係冇一個一勞永逸嘅解決方法啦。咁唯有咧主動監測住最新嘅威脅，持續優化相關嘅政策同埋資訊科技嘅系統，先至可以確保咧我哋啲防護經濟與時並進啦，可以應對未來嘅挑戰嘅。咁就住呢方面咧，我哋將會討論3個主要嘅工作範疇嘅。咁第一咧就係持續監測同埋評估機制，第二就係提供員工意識。第3就係應對人工智能嘅措施。咁為咗確保咧防護機制持續有效啦，咁我建立咗唔同嘅監測同埋評估機制嘅。咁首先咧，我哋會採用持續嘅監測系統，實時去偵測潛在嘅威脅同埋異常活動。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受保護區 protected zone 啦。咁我哋存取入邊啲受限資料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專責嘅同事咧去定期檢視我哋嘅登入同埋存取嘅啲記錄嘅。咁如果發現有啲未經授權嘅人士去攞我哋啲資料，或者係超出咗過往記錄嗰啲存取量嘅話咧，咁我哋又會專職嘅人員咧即刻去跟進同埋上報嘅。咁其次啦，我哋都會定期進行事故應變計劃啦，咁令到同事咧可以熟悉翻應對事故一啲嘅做法。咁譬如我哋會不定期咁舉行一啲演習，譬如一啲釣魚郵件嘅一啲嘅演習啦，咁模擬一啲嘅釣魚郵件咧發送到去員工嘅電郵裏邊，咁睇下佢哋會唔會點擊開睇呢啲咁嘅釣魚郵件啦。另外，我哋受保護區都有相關嘅一啲演習嘅，咁就模擬翻咧有啲未經授權嘅人去存取呢啲資料，咁我確保翻呢啲專責嘅同事咧有定期去監測住啲記錄嘅。咁最後我哋都會定期進行一啲嘅私隱影響評估啦，咁去識別同埋評估翻相關嘅啲嘅私隱風險。
咁另外我哋都覺得啦，提升員工意識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嘗試用呢個金字塔咧去解釋下我哋呢三大嘅部分。咁最底嘅部分咧就係提升員工意識嘅基礎啦。咁而我哋統計處咧有6大嘅價值取向，包括咗係尊重私隱同埋力求卓越嘅。咁我哋同受訪者之間咧建立嘅信任咧，都建基於喺呢個尊重私隱之上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不斷咁樣去追求卓越。咁所以咧，我哋會培養翻員工尊重私隱保護嘅組織文化，亦都令到咧數據安全咧成為每位員工佢哋日常工作嘅考量嘅。咁此外啦，我哋都會定期咧向員工發布一啲最新嘅政策同埋實務守則啦，確保咧每位員工咧都清楚我哋嘅啲政策啦，同埋要遵守我哋嘅規定嘅。咁而最頂部就係我哋嘅培訓啦，我哋定期咧舉辦一啲培訓活動啦，去令到咧同事掌握我哋最新嘅知識同埋技能。咁除咗一啲個人資料嘅私隱培訓、資訊科技嘅啲安全培訓之外咧，咁我哋近期咧都舉辦咗好多場咧同人工智能相關嘅培訓嘅。咁講到人工智能啦、AI 啦，咁其實都係我哋部門咧最近好重視嘅領域嘅。咁為咗確保員工喺使用呢啲 AI 工具嘅時候咧，符合我哋嘅安全同埋私隱嘅標準咧，咁我哋都特意咧設定咗一個 CARPET 呢個 CARPET 嘅查核清單嘅。咁就好似咧，我哋入屋嘅時候咧，我哋要將一對鞋擦落地氈度擦乾淨先至好入屋一樣啦。咁就好似咧，我哋咧如果要用 AI 嘅時候，就要攞一個 CARPET 清單睇一睇，我哋有冇啲違規啊或者唔恰當嘅地方，冇問題先至好用我哋嘅 AI 工具嘅。咁我都好快咁講解呢6個部分啦。咁第一個動作咧就係 do check 啦。咁我哋要睇下我哋嘅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即係譬如 Gen AI 咧，佢哋輸出嚟嘅內容有冇準確性係點樣啦？咁譬如大家都用過 Gen AI 啦，都發現可能有啲出嚟嘅結果都未必咁準確嘅。咁就因為佢係 AI 自行生成出嚟啦，咁所以咧呢一步都非常之重要嘅。咁第二步就係 be aware 啦，我哋要留意翻咧 Gen AI 咧會唔會有啲偏見或者不公平嘅情況。咁最主要咧就因為我哋可能訓練數據嘅時候咧唔夠全面，咁所以得出嚟嘅結果可能有啲偏見啦。咁第三就係 do read 啦，我哋使用任何 Gen AI 平台之前咧都要細心閱讀佢哋嘅條款啦同埋條件。咁第四步咧就係 don't put 啦。咁千祈咧就唔好將受版權保護嘅資料咧，或者係啲個人識別嘅資訊啊、受限嘅資訊咧，放喺 Gen AI 呢個線上平台上面啦。第五步就 do ensure，咁確保翻生成嘅內容咧係唔會違反任何嘅法律法規。而最後一步就係 don't train 啦，就千祈唔好將啲受版權保護嘅數據用嚟訓練你哋嘅模型。咁應該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分享嘅就去到呢度啦。希望今日嘅內容對大家一啲嘅啟發。多謝大家。